家家落去分享你今届落一边系落一次故乡的苗栗嘅那个吉他嘅台式种种灵性上分享。大家好，我是吉他演奏家庄聪林，很高兴今天来弹吉他给大家听。哇，好开心哦！刚才听老师那种弹个吉他有冇？就吃到讲，其实基本上，如果最棒的方式就是可以不用聊天，然后就一直听老师弹吉他，不，这是我们私心啦哈。因为大家有发现冇，其实吉他吼，弹一一个时间，它可以很复杂哦。这样讲好了，我觉得青斗跟影哈，面对吉他按钮跟乐器的世界，会吃到其实入门好像是一个蛮容易入门的乐器，唔过以为。走到像老师按勇给程度，我们说指弹大师哈，这中间这个花的这个苦心，可能会超出大家的按勇给熊，对不对哈？大概有半天哦，老师刚才不是就是他那是手指每一根弦，我们说指弹大师就是这样。刚那首歌好好听哦，不过一开始先来恭喜老师，老师出新专辑了。这些哦，这种专辑是《凡人调》，凡人调，还有第2张吉他演奏专辑。哇！好期待哦！真的，恭喜老师！不过共识才发，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叫做《等待光》。等待光，也是艺术得奖的作品，对不对？哦，也是2016年啊，去美国参加安尼指弹演奏大赛，也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安尼吉他大赛。按用个比赛，对不对？老师那首歌你得到给提上名，系冇？系我准批细数作品，还其中一首安尼。哇，真的，你知道这就就会踏踏实实，叫做为国争光，有冇？真的，按勇会腿板之功，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哇，今天这个可以邀请老师来到这边，真的很开心。不过喊到开心的事情是，终于这个第2张专辑终于出来。老师要不同大家简单的讲一下，你要这种转型给概念，要你想传达的理念。这张专辑哈。大部分的时间喺投按呢2020年到2022年一段时间，拄多按呢新冠肺炎嘅时候，好，也就拄多有本按呢时间啦，拄多本呢当多按呢时间，可以皮不卡人啦，皮切卡声音的啦，可以按呢，这出去按呢去享受大自然，用按呢状态下面按呢。下出来，就是讲但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嘛，好不要给我们按的机会，可以过着回归到很平凡的生活。以前差不多就这样的搞科嘛，就表演了。因为疫情的关系，古时候有青总的事情，可能某法度做嘛，就像老师刚刚讲，可能本来是很忙碌，你会搞科啊，到处去演奏或是什么的。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反而是放慢脚步。他都给时间同步下给你来相处，然后也重新酝酿了这张专辑，对不对？就是按钮给讲过。不过听说这张专辑的这个产出里面所有的内容跟方向，跟你原本规划的唔系亲相用。冇共用哦，我一开始我准备10首歌嘅，但其中有3首就係去美國比賽。像剛才那一首《等待光》去等待光，剩下嘅7首嘅我以前就寫好嘅。以前就寫好的創作歌曲，對，本來就想說上個按用10首歌都剛剛好，都得做一種新嘅轉型。結果現在不是。就因為跟疫情有關，然後也是因為李宗盛大哥，對不對？有李大師的關係，黑貓。就疫情前哦，因為吉他關係，可以認識這個流行音樂界的教父，可以這麼說，真的說到李宗盛大哥的這個名號，大家都非常的尊敬，對不對？是。也是因為疫情這2年的關係嗎？沒有在疫情前，因為我應該按你講啦，我第1張專輯吼，我啲都用嘅吉他啦。我啲都用嘅吉他係按你全世界最有名嘅製琴師。名師嘅吉他。民琴，吼，按你民琴，我用嘅7、8支嘅按你民琴。聽一種專輯，我就想，我就看有機會用台灣嘅設計，設計嘅
制琴师安尼是来创作，某就来录音嘛安尼嘛。哈哈，那时候我做一张念头，李宗盛大哥佢有做吉他，电吉他，哈哈，你看，迄假如讲有机会了可以合作嘅吧？甚至于讲用架吉他来写录音，哦，咁样就通太开心，太开心了，哎呀，就刚好有这样子的机会，就结缘了，对，然后两个人就好好的讨论，对不对？对，我们就引力吉他，我们就开始老大哥聊吉他，哎呀，真的。所以啊，就来讲，大哥我想用唔做嘅吉他，来帮我录音安尼。其实讲，无按准用七界做呀，用七界较顺速咩，系冇？我讲我想讲，大哥有做吉他，讲可以用唔做嘅吉他，啊，兼咩动听啊，就搞过。唔讲系唐先生，按讲吼，有一点让我觉得轻感通诶，他家有糖豆嘛，因为先生佢讲嘛，佢讲以前去走转西边时节，其实一般人来说，我们都觉得我们要弹大师的民情，就像白阿令也系强用，你拉小提琴的时候，他家就会吃到大师的民情。唔过先生走要从转西嘅时节，佢就知道讲，其实我要用某强嘅东西，我要用台湾给你，就台湾琴师做的这个琴，也因为这样，所以这张专辑我们听到的吉他有都是台湾琴师的琴，黑某就也有李宗盛大哥的，对，都全部都李宗盛给做位啦。好棒哦！你看现在呀，吉他嘅形状同一般嘅吉他宽度咁冇共用。係啊，一個七個想法。李宗盛大哥佢做吉他咯，一般人嘅想法佢冇共用。佢講其實像吉他嘅一種，它就是一個聲音嚟，係嘛？聲音沒有好跟不好，只有你記不記得他的聲音這樣子。哇，這句話很感人呢。係啊，對。我嘟好，我用嘅，我在這張專輯用嘅全部都叫 prototype，做嘅按嚟講，第一把嘅打樣原型啊，原型對按嚟制琴師來講，要係懂私密嘅東西，因為佢唔係佢懂到佢第一把原型做出來，比如說按你一隻型號，一隻型號叫做真龍。佢真龍佢七個設計，七個你做出來。prototype 意思出來你沒？第一把吉他，第一把吉他，它還不是很穩定的狀態之下，你就拿了錄音。一般制琴師佢唔會幫你比啦，因為他接下來可能還會再不斷的研發去修正啊。係啊，我就講用按你吉他就是一種聲音嘅。大哥講嘅，吉他就是一種聲音，沒有好跟不好，只有你認不認得它的聲音。OK， 吉他就會一種嘅嗓音冇好，沒有絕對的好跟不好，就你記不記得住它的聲音，對不對？然後再加上個張老師的指彈。给功夫有冇就可以有一个某种一个诠释，我觉得是这样。有时候这个乐器跟你久了，跟你20年、30年，我都觉得你的灵魂都，就它有带着你的灵魂跟气息在里面。还可以讲狗会爱你，真的。不过更多呀，其实就表示说，其实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的歌曲跟原本规划的不一样，所以有很多新的创作在里面。黑梦，系哦，也就我一開始我就拿我本身愛準備嘅10首作品呗，好，就本大哥來彈。比如說沒以後啦，但是嘟嘟有安尼機會吼，也沒讓我介紹，沒讓我分享當多佢喜歡的吉他演奏家的作品，就是幫我一個方向，你可以嘗試用不同的方式來寫作啊，係嘛？你以前的東西，以前的寫作，讓你第一張專輯可能還沒有一些一樣的地方，那你可以嘗試就是突破，對對對。從曲風上面突破，或是從你的技巧上面去突破，甚至於想法上面去突破，甚至於吉他使用的吉他，對我來講每一個突破。真的。哎呀，我就很感謝大哥幫我的想法，那就好。那除了按的這3首，原本2016年得獎的作品就保留不動，其他的剩下的7首，好，那就用接下來時間。試試看，真的下看哪？好，鄉親朋友談到倆前面幾度倆種做些背誦嘅本人起台，還有嘛個呀專輯地圖嘅故事，大家先聊下，因為等下就嚟講。
金明东方伊做在绕墙头，你讲吉他改台式重重你线上那种节目地图吼，哇，这个线上几期系推班自贡哦，伊都咪过的比赛个世界，哇，这成绩得到很好吼，所以你看，我们真的是台湾有好多好棒的这个印龙音度。这个不知道在什么样的角落哈，我们都很难去，真的是看到这个庐山真面目。可是这真的很棒，因为刚才公狗的世界遇到线上会打嘴鼓，而你讲到吉他了在乐器吼，其实要入门不为动难，可是你真的要精，真的是易学难精啊。对，我觉得跟任何的表演一样，因为台尬常常会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那个累积的那个付出的那个时间也好，我们说劳力也好，是超出大家的想象。老师，你可以简单讲讲，老师你这样子狂练，你觉得那时候你1个月花多少时间在弹吉他？一天差不多就会3、4个小时，一直这样，一直弹这样子。我接触会指弹，指弹有一种魔力哦，比如像它有一部分很像在运动一样的嘛，像打篮球一样，它有很多种很炫的动作。然后以前就会去追求这种很酷的动作，很像看起来很炫技的东西。对，然后就练这个东西就是要用时间去。对，猛冲，这跟运动打球一样，不是你突然间就可以投篮投的那么好，有没有？你看 NBA 给打球，那也是真的，大家超出大家的想象，是磨练，所以吉他也很按用，一天3、4个小时，3、4个小时就一直从去训练那个动作啦，哎呀。因为泰加工亚哈给后3年，黑工用到用度给时间，对网络的粘稠度很高，一天至少花4小时在滑手机。不过欣赏一年至少有7点钟给时间，现在还会每天都一直要这样练习，从吗？还是2、3个小时一定是跑不掉啦，因为你要保持按你弹奏的一个状态，灵活跟状态、跟熟悉度。有时候你进入到创作的状态，甲给无同样，创作的状态给时间很多，很卡多，快一空起来就开始，眼睛一睁开就开始了，嘿吗？就开始下。所以家人会觉得说，哎，给不一那个重点呢，在那边弹吉他，有没有？下午又说重点也弹吉他，有没有？闺女就爱你。对。不过同台来讲，就会这张新的专辑《心上地图》哈，有3首，还去得奖改作品，哈，还有去动到全新改重奏的地图哦。了解，这张的专辑，我觉得我觉得创作很有趣，生命很有趣，就原本规划的东西，其实不一定会照着原本的规划走。对，你看最后这张专辑，其实黑就是跟李宗盛大哥，我们说大师有个交流，有很多的建议也好，或是他经验值的分享。对，你看原本黑用给国外的有名的琴，不过亚拜个专辑都是台湾的，台湾自己出产。这样讲，对不对 ？Made in Taiwan， 全部就黑暗容易，这个就是这张专辑很有趣的地方。不过听说录音亚克斯琴也是在李宗盛大哥家，对吧？其实同荣幸，其实开放这个录音的空间不来使用安尼。给录音师们给平常御用的录音师啦，就是讲去就讲当中总领给来就让我不卡录录音室给让请好了安尼。好棒哦！剩下的混音就你有没有个想法去做这个去设定啊？我完全就是让老师随意自在给使用就出来。懂好棒！而且我刚刚唐启长讲，其实也是家里像厨房。也是他放那个就是也是他自己改造成自己的录音的一部分，对不对？就是感觉就是很温馨的地方。真的。对啊，就是很放松，在那边录音，就像自己家里面弹琴练琴一样。欣赏给你这张专辑在那个我们的李大师家花了多少时间？6年。6个，差不多。1年的时间，一个月大概就是一2次按呢，就有比如说，写完一首曲子，跟他讨论，给大哥听完之后，觉得还可以，
那就可以录这样子。那当然中间就会碰到疫情，我们就中断了嘛。对，疫情比较稳定的时候，我们又继续开始。哇，太有趣了哈！不过今日有艺术歌曲的 TPA 同大家的分享哦。这首歌歌名叫《闪光一号》，里面乃宽哥欣赏亚述创作的故事，我觉得一定要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老师，你讲一下这个曲目的故事，跟桌球有关，对吗？乒乓。看到安的名称哦，可能也真的有接触到桌球，你才会知道。因为真嘅。我国中甲我做拄好不卡，以前不卡做茶工厂做茶工厂有一个空间，无做茶甲做阿伯做买一台嘅安的桌球桌，比方给片睡不着在搞。那时候就开始有兴趣，还有在高中刚好。班导师给me1号桌球，原因是安内教练，就是搞那样，就是刚好下课刚来指导我们这样子，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接触桌球啦。要不要是嘛？该你嘛？要不要是欣赏给桌球大都亲后。我靠大了，但是我会啦，我进步，我进步。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大部分就用传统的按内横拍没，好，现在都用刀拍。以前因为以前教练大部分就用横拍，那个时候用的横拍，用一只日本制的 butterfly 日本制的给，按照横拍用给快木要董永良的型号，就是按照闪光1号，哎呀，就像讲要找名称，这个很炫。又代表以前在高中国中要考高中这个压力很大，压力很大的时间。哎呀，多可以接触到桌球，不要的放松。哎呀，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一段呐。所以创作曲就用《闪光1号》这样子。一开始本来是想要去描述打桌球的冲劲还有个说闪光1号这个名称就用看啦。真嘅太加上看啦，真嘅太加上看啦。比如讲，家下欣赏演奏嘅一首歌曲叫《等待光》，看下面青龙漫等待光。不过要说闪光1号，马上就会回到男生这边，就觉得怎么会叫闪光1号？而且弹奏亚述歌曲这首曲目的录音方式是类比录音是吗？哦嘿，要黑头大哥不卡第一首6个曲子。因为现在没有人在用类比录音了，因为。当初我用盘带录音，就会大哥就像讲，他其实就是以前的那个时光，很复古，他就是很怀念那种感觉，很传统，对不对？对，就是以前的那个美好时光，用盘带录的这个，他就想说，那要不要试试看，挑战一下？他就是说用挑战看看，因为盘带录音说讲真的，对我来讲真的阴难。哎呀，某种一下数位都可以科技较发达，较比较容易，对不对？给盘带弹超给然后倒带，对，倒带给又好像再来一动，而且次数有限吧？对啊，次数有限，因为按你给袋子其实袋子上弹光没便宜没嘛。嘿，这是不是跟我们？小时候，你看我的年纪啊，CC 个时节，他家以底某给小小的收音机欣赏，你的一个收音机，以前你自己还会录自己的声音，有没有？然后自己讲话，然后那个红红的一起按下去，然后跟那个 play 键 Q 它 King Low， 然后把自己的声音录起来，就是然后卡带，对不对？就会按钮你，不过按钮跟音色有比较不一样吗？老数位比较起来，数位就它很透彻，没有？清晰，但就是干净清晰，但盘带6个珠里面盘带类比，它的较温暖，但是有点有底噪，个底噪呢就是好听的，对我来讲那就是好听的。对你来讲以前糟糕，我解析度没那么高，可能我都觉得很好听。以前听音乐最早的样子，还冇人不可以全放给。还有啊，像黑胶唱牌嘛，还按我给感觉啊，有没有？黑光压你去弹个黑胶的时间，你就会觉得你那个音色是完全冇共用的。不过以前录影给谁有最早期黑胶一面一束歌曲，一面一束，就一张黑胶，然后2首歌听按钮你对，然后你听的时候也会觉得。
我是分不清楚跟黑里面有底噪啊，我就会觉得好像真的没有那么清楚，我按清楚给讲。一点点底噪，但是大概又有一点毛边哦，大概音符这样的温温暖暖有毛边。那老个数位弹起来，大概深度冇同样。啊，真劲吼！观众朋友，糖豆也还没清好起啊，都在用对比录音盘带录音给音色刚够很用的哈，要这种底度就弹在抖哈，我觉得很棒。不过更多呀哈，其实你看我们说到一开始糖豆给等待光青龙曼给狗口真劲黑清后糖，其实那也是老师在米贵必受一个世界得奖的一个作品。那时候在美国比赛的时候会很紧张吗？很紧张。上台前就会紧张了哦。一开始对，一开始就是观光客模式。真的我们很难想象那个比赛的样子那个比赛其实它每一年就固定就是40个人参赛，然后它就在网络上面你要去抢那个签，就是40个人以内你就有资格啊，所以跟那种演唱会买票一样，还要。他很快就对，因为美国报名的时间冇同样，有时天嘛，按表给他白天呢，有都要半夜都等的安尼，他都其实给社会去的最大的目的是我想去认识演奏家，交流交流什么？就如果有机会可以邀请到台湾，给出来最大的。哇，好棒哦！其实线上移动美国比赛，因为都该故事，你聊下，等下再来讲。所以呢，节目里讲到美国比赛其实很紧张吼，对不对？哈，而且最重要，其实那时候Hido 给片比赛一个时间，也是希望可以认识某一个大师，然后大家可以交流，对不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哇，这个精神很令人感佩哈。不过，欣赏这有一个小小有趣的问题，问一下。听说老师这个很紧张的时候，舒缓情绪给讽刺没某用。我会譬如讲上台前，就前一天，我会看，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打篮球啦。打篮球我会看Michael Jordan， 你嘛，对啊，那个给打球会给一些 highlight。为什么那会让你舒缓？用来讲。就你看按用给东西，你可以释放压力，就是没有讲舒缓，只是讲你可以帮我带进去那个状态。算是很亢奋吗？就是很刺激，就是对你想要弹的那个状态。哎呀，我觉得这个会让我忘掉紧张感。我知道了，它让你重新回到那个情绪里面。好，它让你回到安永跟情绪里面，你就忘记说其实有一些紧张，就是你其实让自己的情绪维持在一个那个可能是比较亢奋的安永的状态。哇，很有趣。一般给你会放松，我时常给同事唔会放松，还唔会不用放松，还让我自己盯在那样的一个很亢奋的情绪里面。你看这就是，所以就产出了安永给亚种专辑。这张专辑凡人调，对不对？这里面我刚刚看了一下后面的曲目。这因为是青斗全新的创作，所以包括这些曲目给编排呀，还曲目给名称。听说李宗盛大家可以给你很多的建议，甚至是他算蛮主导的这一块，对不对？周亮够吗？这个部分我有请他帮忙我，就帮我排曲序啦。像比如说第一首是乐观的理由，比如说要就会给听第几首这样。那就是像讲这张专辑有一个心愿，就讲能够跟这样的乐团的流行教父，能够有机会跟他一起参与这种指弹吉他。好，那我希望从他的聆听的角度来看曲序的编排，这个是我很期待的事情啊。当然大哥也就是很乐意，就是答应我帮我排这个曲序。还有就是我还就是麻烦他帮我重新每一首曲目的名称再取过一个新的。比如说我们一开始糖豆欣赏弹的那首《等待光》，来一起讲哇，好浪漫，青龙麦。其实一开始的名称不是这样，对不对？一开始很多拨云见日。你看拨云见日，不过他欣赏给你一个建议是等待光。等待光哦，要运动
很浪漫的。哈，其实它的意涵一定是一样的，对，见日。可是的意思是，OK， 我等待那个光，对不对？不过这首曲里面有一首第5首里面是关于父亲。那关于父亲哦。很有趣哎，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说关于父亲，其实公司采发欣赏情感，对于音乐吉他暗涌给热爱，其实也跟爸爸有关，对不对？因为我爸佢高中加佢同學佢吹薩克斯風，就對音樂就是也是很熱衷啦。但是因為布卡以前周茶沒嘛，周茶。就是走音乐这条路就是家人还是会反对。华人社会或是以前那个年代，对，因为大家TK 班有共，还有我爸就放弃这条路，就是当一般的上班族这样子。好，然后刚好我有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他也会弹一些简单的吉他这样子。啊，从小就是看他会弹吉他，看他弹吉他，然后可能有受他的一点的启蒙启发吧。对，然后就高中刚才有跟主持人分享，高中开始接触吉他，然后就是3不5时我就会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我就会很兴奋的，就是跟家人跟我爸分享，我最近学了这个东西，然后第一次接触指弹。学了第一首曲子，我就这个是现在很流行的，叫做 finger style。对，就是那一段一开始接触指弹的这个时光，就常常跟父亲跟家人分享，一直到现在也是一样啦。对啊，场景都是就是爸爸在泡茶嘛，然后就那边弹，就是在练琴，然后爸爸就会说，有没有写什么新的来弹来听听看这样子。一般来讲，大家看天师、看天阳的时间，就会情侣之间有某个谁来弹吉他，或谁某会弹。不过你弹是怎样分享几个故事，其实很感动，因为亚贝尔斯马盖其实父子之间的关系很亲密。对，就是你必须很亲密，你才会跟父亲暗涌分享。你看爸爸在泡茶的时间，你就拿一个吉他，旁边坐的是自己的父亲，然后爸爸就会说：“有什么新的创作？”这样分享。我自己光想那个画面，我自己都好像觉得就是会很感动，我就想说，我不知道在感动什么，因为我觉得很难得，这些唐都安永一个你在音乐大师，同爸爸安永分用你的这个曲目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你当然是有遗传到爸爸的这个音乐的这个。乃至都有一些天分同一些苦功苦劳，这个一定是累积的。不过有遗传到爸爸有跟基因或者是他的热情啊，对音乐热情。对，你看爸爸家里开茶工厂嘛，对，那个年代其实制茶是也算是很厉害的一件亲密会跟一件事情，要做在穿钱。不过他的音乐梦等于是在你的身上也得到了延续，而且你看他支持你，对不对？对啊，就是很支持我啦。他并不会说，你不要啦，你要去那个念医学院啊，弹马盖吉他。你说这就是令人觉得很棒的事情。所以说这首曲目关于父亲也是那段时光，对不对？好，我觉得爸爸对你来讲真挺清楚啊。可能太感你有发现吗？其实跟老师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看到老师的眼睛也是有一点泪光闪闪，暗涌给感动哈。所以哇，好棒哦，这个你之前有想过要跟爸爸一起演奏吗，或者什么的？就爸爸可以吹萨克斯风或者什么的？有啊。他简单的简单的啦。如果如果有机会的话，对，可以再看什么场合啊？对啊，我觉得下次应该有像爸爸跟老师用他雷都鸦片，对不对？然后爸爸也可以分享一下他以前是如何没有办法完成一个音乐梦给故事。对。不过哇，这老师高中。应该说高中的时候接触吉他，对不对？高中接触吉他，那时候其实因为喜欢唱歌啦，就是喜欢唱歌，刚好班上同学有几个也是很喜欢唱歌，
每次下课就看他们都会围在一起弹吉他。那个时候我想说，好文青哦，好文青。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对弹吉他、学吉他动机，大家都会觉得啊，你一定要把妹还是怎么样？是不是？对，但是其实就单纯的就是真的很爱唱歌，很喜欢这种自弹自唱。对，因为我们刚刚说入门很容易，想想看，你可以随时带一个乐器，你可以背走，不像钢琴你搬不走，对不对？然后你到随处你很浪漫的地方，或是很舒服的地方，你坐下来你就都得弹吉他，你就都得冲狗哈，哇，真的太多的故事可以分享。不过紧不念，也还会经常黑。有话快说，就是这个快问快答的部分哦。哎，这个就会欣赏亚米丁还被问题。老师，你不可以想太久哈，因为这个叫做有话快说哈，不可以想很久哦。好，老师，俺木一他提一提哦，人生当中买过最贵的一把吉他是几多钱？30万。好多钱哦！这个应该是你后来长大之后吗？对啊，长大之后啦，30万哇！哇，好哟，大家还没有谈到啊。好，最后第一张问题哦。好，老师，你现在收藏了几把吉他？差不多15。哇，那有包括30万那一支？有啊。哇塞！好哟，老师，你在演出前有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仪式呀，还有怪癖？我磨指甲。磨指甲为什么？因为你是因为要弹的关系吗？对，我会就是剪指甲、磨指甲。对，我会有一个那个磨甲棒。啊，你为什么不要前1个礼拜磨，一定要前1天？因为最短。对，不是，因为我马上就要弹奏它，因为我弹的方式是需要指甲出线。抽。我说台港，你们看到一个 C 来，你别抽一个修美甲是不是？好，自己买美甲棒不会吧？对啊，就买很多这样子。哎，我觉得以后要送老师礼物，就送老师美甲棒。很需要。哎，台港有糖豆吗？如果有什么粉丝送礼物送美甲棒哈，又便宜哈。好，老师再来就是使用20年的这个移调夹不见了，还是女儿说她在幼稚园有喜欢的男生，哪个会让你最激动？你有听懂吗？我的问题？应该是女儿吧。所以你看，亚就会爸爸，对不对？对。才在幼稚园你就很激动了。我觉得很新鲜呐。好 ，OK， 酷哦。好的，最后一个题目，好。如果当初没有学吉他，你觉得自己现在会做什么？应该就是上班族。OK， 应该是。俺爸都经常会讲，俺没有别的选择，俺在生命当中就会学吉他呀，件事情。不过很棒，我觉得我们很开心，老师没有放弃吉他亚条路，故说亚哈才有这张反人调的专辑，然后还有我们的台湾之光推班自贡哈，移动米贵比赛那种种哎，对，老师这个太棒了哈，这个。其实共识才把一个音乐人走到现在，就是冯雄给的面向其实非常的零碎，然后也是很片段。那我相信邢章他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有太多我们敌给创作给勾场哈，所以今天真的很谢谢老师来到亚电筒太尬的冯雄。亚中转型，我觉得真的太值得大家来听了哈。老师有空再跟爸爸一起来。好，谢谢。感謝。好，所有嘅鄉親朋友嚟聽你下來咧，你來做認同了。校群復習來咧節目嘅鄉親朋友，我記得去到你嘅面書咧簽站哦，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句影片分享出去哦。